谁来做客？万人来了，今日来撮了的一个后生人呢，专门贴拍伊係一位艺术家知音，培养知音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知音其實喺國際上哦，也算真蠻有名哦。不過喺國際上走跳的名字蠻特別的。哦。我突然介紹一下嘅頭前，其實係按樣嚟講 Muskiki 嗎？我蠻講到對。給人自家自創嘅一個詞係咪？這個想咧，一開始想講，這個因為我做東西都慢，我提想啊，這個做事情做下夾掉，所以就 must be quickly in English。不過其實我為了用想了名，一開始咪係認為，假使我到德國讀書的時間，我就用來拼充的名的寫法的話。可能對歐洲人來講，佢分不出到底係哪，佢可能自家會是到你係中國來的，因為寫的方法有啲長。哦。我又唔想誒，因為我研究嘅東西當到撈身份有關係，所以我知道我到底用我嘅名來搞，有啲係反諷，一種對身份、對政治。自家的那種想法，所以我就自家走了下，寫了一張新的名誒。知音你喺台灣、喺德國，係咪差不多係一般的時間？冇啦，我到台灣係學到，我到台灣讀好大學，然後我到台灣那邊有申請到教育部咧有個獎學金。然後後來就有機會去德國的柏林讀書，然後到了下台地待了有長到4年左右。今日難得的機會哈，因為知音非常無限，我哋幾難得可以有請到來同我哋分享嘅故事。我哋當然一個節目呢都係用一種嘅小物來認識。等下呢我哋也會請知音來介紹伊做嘅。一條作品都很特別，哈！唔過睇了解作品以前，我哋先加入小物來了解知音，你係用嚟開始行到藝術一條路嘅，哈！我哋請小助理先幫我哋看第一項知音帶來嘅物品係乜嘅？精明，好看漫畫同畫嘅人一定要知道他，哈！一個大師級嘅人物。做漫畫對人會安重要呢？係，因為我從細就當好畫漫畫，看咩係，然後我其實冇想過做別的事情，我從細就想去變漫畫家。哦，係哦。後來我就想講，假使我想去畫漫畫嚟吧，可能到台灣就一家地方做得起。可能就係美術系吧，做啲畫圖，那個些上嚟都簡單，所以我就後來大學嘅時候就決定去考美術系，我冇想過做別嘅事情。哦，結果真正讀了美術系之後，我想發現美術系去做咧，然後畫漫畫係完全冇可能嘅事情。不過慢慢咧，我了解講當代藝術係怎麼個之後。其實我電都吃得好高，所以最尾應該就開始做當代藝術。我係當好看漫畫，所以啊，係有好的作品，我係為花時間來看。哦，反正就因為好看漫畫嘅人非常多哈，唔過會真正行到一條路嘅，行係冇咁多，嗰當然就係興趣。當然，那條情景當然。不過對我來講，像你那片也本該精明啊，佢就係佢跳擺係畫漫畫咧，然後佢開始做動畫，然後就變動有名。所以等於係講，我知道佢冇像其他嘅漫畫家咧，係佢使嚟當到新嘅可能。但可能沒有
让向都爱对影像还有实验影像那边那来兴趣吧，所以今日让我知道就在带两本漫画来到大家分享。豆豆目前6个时间，指引讲晚上就是很宅的那种声音嘞，错，就係關睇盧卡睇看漫畫嘅嗰種畫漫畫。就某事情種啊，就真緊去。跳白有那種漫畫店，你就一本你租一本，差不多1港吧，嗰下是2港銀，他們說都便宜，然後你就做嚟湊幾下就。那誰這些某事情就去漫畫店看漫畫。不過以前啊，晚上爸爸媽媽唔准愛看漫畫呢，那盧卡不會禁止嗎？唔會，所以係啊，可能咪會佢哋下開明吧，係啊，佢哋本來看漫畫。都太好考美術系，盧卡也唔會禁止。未冇，不過後來我睇些佢有人嚟講。其實佢哋嘅朋友有問過，怎麼會本愛去讀美術系？係好。讓地公，其實我跳白冇想過，不過我後來讓地公，其實對台地嘅人來講，讀美術系係很危險嘅一個對未來嘅一個想象了。因為我哋以前周遭嘅我家是有嗰種堂哥啊、表弟啊，各位畫圖，家是有考美術系，睇人都會講，行人擺穿嘅都曬咩？就我嚟講，古時候會講，行人嘅聲音咧，爸爸媽媽會本聲音嚟討，你會感覺伊嘅想法會同一般咧做嘢嘅啥會希望共樣，有個辦法對人係非常重要嘅開始，真緊動作，係啊，我知道。剛才你過來看天一行，看指引帶來對於佢重要嘅小物係乜嘅？伊啲 file 夾，The Matrix， 古時候也地步都係有名嘅駭客任務。台灣係翻駭客任務。哇，全部都是呢。要動 Q 咧，簡報。簡報。所以是你很喜歡非常喜歡嘅電影。快是動誰是隻，其實沒冇，那係桂明號搞的吧？然後嗰陣就動好，然後就到報紙單位有看到，有個佢掉咧圖像啊，就攞佢剪下來，咁咪唔知怎麼改。我後來就發現講，兩下都在做的東西，都撈介世界看到嗰種對影像的嗰種衝擊有關係。我也還沒興問過，我第一擺看到駭客任務的第一時間，哇，真嘅係非常驚訝對嗰個樣相安尼呈現，韓國嗰個世界，真的是會，假使有能力去做，好像會覺得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安尼。超。那因為我知道佢哋對影像的理解吧，認為其實佢哋同我談的東西就你見面，冇就係當家就會面對的問題，從 VR、XR，所以佢哋都，大概嘛是，大概30年前有了吧，有30年前了嘛，20年前，最少20，係啊，佢哋就喺想。就在看到你見面對的問題，所以我知道佢經驗係當厲害。就係雖然伊係做係娛樂的東西，不過其實係很有遠見，看到過後輩嘅事情嘅。不過當然佢唔係隔空出世啊，因為都記到日前日本的動畫，從《攻殼機動隊》啊，動到就開始有討論到有啲窮的問題。不過 Matrix 有駭客任務就在撈，等於撈。東方到西方兩邊面對了恐龍的問題的東西，不用恐嚇。該就對人來講有啲冇恐龍。讀美術系畢業過後呢，要先做別的條路，係咪？冇呢，就做到今年了。我喺東岸有去讀設計，因為到台灣那邊，老實講啦。當愛下寫的世界，其他世界，你讀台灣讀美術系，其實沒有可能愛咪同寫的，愛真正
介下脱好数的些还唔了解艺术系乜嘅，所以我就决定讲啊，至少做啲传掉钱，我就去读设计。我复启动后就我读设计的世界，到台湾又盛强到一笔教育部的奖学金，就得去德国深造。所以有了机会，我就去了德国。不过到德国的世界，你台湾两片，然后德国的个艺术学院，你冇谈好，我人家会去改变图设计的。不过记得老个设计学院冇谈好，记得就让我变到艺术学院。哦。所以台湾我改年，你老德国来合作，我係會去記到嚟藝術學院。我喺督導改邊我督導當好嘅老師，然後佢做啲老當代藝術講嚟動清楚。然後尤其係影像吧，所以到改邊讀嚟之後，我讀電腦來對當代藝術產生動態嘅興趣，所以我就轉來。清楚讲我想要做两件事情。哦，你还没去德国以前，还是神枪到刚好哈维飞嘅逐梦计划啊，还有去过巴黎。错。哦，我下时时间大一吧，还是大二，我有没系复去动有圣祥岛科委会的逐梦计划。该摆我系去法国环境的美术馆，还有不过。因为跟他这些对艺术某种了解，所以我看的东西都是较 Q 的东西，种印象派啊，现代艺术啊，嗰种可能都你的课本里面都会看到咧，嗰种经典的作品。然后可能对我最有效的是，你啊改摆我去就真正有，因为我其实摆出国研究嘛，这个，然后就会。督导种问题，种族歧视啊，不安全感啊，所以就开始会去问到，你有讲过嗰种身份的问题，到底我係馬莎到那邊來，怎麼解？你種因對我內容，你係因為假使你到去到台灣帶咧，從我內容，又係一個男性，你每督導的種問題。佢就會，你就會找個從頭去想當中的問題了。好奇妙哦，吼！剛剛呢聊一下，唔先說下場，我哋等下繼續來講，我哋如何來講，子英做嘅非常貼合的一道作品。假使我會撈台灣的情況，還有了幾家世界的藝術產生一個對話的方法，就從你大家視角去看兩下。非洲、撈歐洲啊，還有撈亞洲之間的關係了。誰來做客？歡迎來了，今日來坐了的係藝術家子英。好多談到子英講到，就係萬世過後看漫畫，韓國看海客人物，也就對你後來嘅行嘅路其實都有影響。也個集團如愛請子英同大家分享，你嘅作品韓國關懷嘅層面，真蠻貼合呢。因為很常跑嘅係非洲，為什麼會開始對非洲有興趣好奇？因為你到台灣嘅藝術學院，你好動到，其實你好動到殖民歷史，日本。嗰些人蠻控制台灣，然後談起來啲從歷史為好咧。不過其實到台灣的藝術，你未好動到，因為當代藝術基本上就係一隻對兩隻社會的一隻咋個去想，你就係講係一隻批判的思考。所以當到你今日遇到的問題係到殖民那些就發生了，所以你可能會從啲會轉去看，嗰世界發生乜嘅事情。但係我喺到德國讀書嘅時節，佢哋咪有啲從台灣去，不過佢哋面對嘅係佢哋自家嘅殖民嘅問題。從德國可能跳擺就有殖民過多個，還有卡麥隆 Cameron，不過佢哋討論殖民嘅問題，就係你
冇强咯。我做的有一只譬喻啦，从基调会讨论到动到就讲肤色的问题、胖音、雾音。不过对你来讲，你冇呢问题，因为可能日本人咯、台湾人本质上你看的这些唔会差很多。所以有人就 get 听讲，假使我会捞台湾的情况，还有了几家世界的艺术产生一家对话的方法，就从你大家视角去看两下非洲、到欧洲还有到亚洲之间的关系了。我哋也當過有看到嗰度有五個研究，還有五個展覽，我哋對那一塊是講，唔感覺也咩，也個清楚。你講我即家做嚟嘅？係，我哋睇一片看到嘅，一個係5先前睇北美館，那係當代藝術館。當代藝術館嘅展覽，底部有一個打光。係，嗰陣時我度喺看嘅係。我喺度非洲一些發現，佢哋用嘅智慧型手機，老年冇強用。不過到非洲台電影用嘅係一隻叫傳音手機嘅 Techno。然後後來我去看，然後傳音手機，我發現佢係中國做嘅，不過佢要手到非洲賣點。所以到配地方你係賣唔到嘅，去非洲都嚟賣。不過因為台灣的你的晶片咯技術動好嘛，所以家下世界傳音手機會去發展一隻動特別的演算法嚟，佢就是青島你的發哥、聯發科來攞佢哋設計佢哋的演算法，所以大家展覽就來討論，有冇嘅問題啊，還有你係唔係一隻新的？你講的科技的一種控制啊，冇就係科技的殖民啊，還有一個咩係鬼體拍的《鬼魂與深藍海》。係，那就撈行業有啲關係。所以我就當到我嘅西非的國家嘅時候，我發現一隻歷史係我挑擺唔低嘅，就係到東非那邊，所以我就開始去有啲個東非的。首都像係摩里西斯啦、留尼旺啊，今年啊可能會去馬達加斯加看一下。怎麼解咁樣動作？因為台電影可能有突到講，從摩里西斯單位帶嚟動到鄉音，佢哋可能蒙音啲哦，因為我看到動到嘅可能，未蒙音就會講得清楚，因為呢件事情同小人去真緊去研究咧，咁可能เรา挑白咧苦力嘅歷史係有關係咧，因為苦力動到係到華南那邊，เรา動到發音送出去嘛，咁到華南那邊動挑白下苦咧動到係鄉音，因為佢哋係下社會嘅底層嘛，所以動到不賣出去做所謂嘅賣豬仔，所以就是所以你唔係做摩里西斯，假使你去看。南非啦、加勒比海啊，當到幾多都係鄉音。不過可能我哋下講咧下有啲冇長，佢哋係講梅縣嘅鄉音。我講我唔記種對藝術家，我哋對藝術家我個好奇都係可能嗰度冇權用職業嘅人，比如講我哋做記者嚇，沒有批判性思考。不過藝術家就係能用嗰體派嘅方式，同一種批判性思考轉化做。觀眾看嚟感覺有點趣味，不過又可以思考嘅東西。唔係用嚟去問講，我也個其實個嚴肅、很嚴肅嘅東西，用嚟去轉化做俾觀眾吃得下來嘅一道藝術品。因為最尾你唔係歷史學家，你咪唔係學者，我即個當相信講，當代藝術係一隻新嘅跨領域嘅。研究嘅方法，係一隻 methodology， 所以一隻工作嘅方法。所以我知道最尾大家都會變到藝術創作者。其實有兩隻，你看得到有兩隻現象有發生嘅。頭擺你冇 YouTuber 嘛？不過你下 YouTuber 都係做嘅東西，就到30年前，你所謂的。performing artist 表演藝術家做嘅事情動窮，所以其實一直到最尾大家都會變到藝術家或者藝術創作，
某就系讲艺术创作变到一只安尼动拼冲的一只走后门的一只方法。除了伊啲，因为有的作品係唔似家一啲人做，不過唔係咪還有一群唔嘅朋友，能有啲復興漢工作室係咪？係，從安尼兩下度嘅關渡美術館就有強下有一隻展覽啦。佢係跳擺喺度台北藝術大學嘅安尼嘅通號，佢下次安尼度當寫安尼咪唔地講藝術係怎麼解，所以安尼就某事情就安尼強下些就。搞啊，某就係識碰那些就，走掉自家尺度好高的事情。哦。結果認為挺好搞咧，就變到有啲策展人都咧還印象深刻。就是有啲時間你還會有展覽啦，就講請安尼跳擺的作品，某就係咧擺到關渡美術館，佢哋咪有請安尼做新的作品，就可以展出了。我發現人嘅工作室嘅展出就更愛玩，就會搞有嘅模樣咧。因為這個做嘅時間，你動清楚講會想會做嘅事情係乜嘅？咁有啲時間，一方面來講，你唔是老配合協調，你就得控制收入嘅有的可能，我知道兩面就係作品就會動好，不過。老配合強來做的時間，你動到時間你總得去控制。有啲像玩樂團強咯，就講佢好高的地方係你唔知最尾會變乜個東西。所以當我從到這個做事情的時間，有啲時間老配合強下做，你咪會知道有啲新鮮感嘅。唔同講本單因為爸爸就係。支持美紀錄片導演嘛，做客家嘅事情做研究。本來一開始講我冇去做同客家有關嘅，結果頂嚟一睇起來有同客家有關。你感覺嘅為什麼後來繞一圈，因為關注到同客家有關呢？因為我今日講咧，我大家想一隻動態嘅問題係，到底從我出國嘅時間，寫去法國嘅時間。怎麼解？我會讀到有啲唔好的事情，可能係種族歧視啊，乜解？所以你會仔細地去看了問題的時間，佢就撈了解世界用反應去了解東亞的人有關係。所以我再過去看了件事情嘅時候，我發現。你動作到了苦力系統送出去了亞洲人，其實係最早咧，唔係講最早，不過係動作以動貴圈動音的嗰種狀態出現到西方社會。該動音其實就有啲像塑造了了，更比歐洲或者美國改編的音種蠻去款亞洲人了。所以該種音啲咪就越動都係鄉音了，所以係每講愛做咧係客家研究，不過我發現我做唔得繞過去呢個問題，講到底鄉音係乜解，客法係乜解，還有怎麼解兩種音，佢就可能因為像你講嘅客話就有啲冇強弱，我今日有講過到。模擬其實佢都講咧，客文嗌咪談唔出，不過佢都度顯這個客，呢度顯這個客家音、鄉音，該到底係乜嘅東西，就係攞呢種音都強下講，使到這個係強壯嘅一個血緣嘅民族，該就攞後殖民研究係有關係嘅，因為你有所謂嘅想象嘅共同體嘛，該想象嘅共同體講咧係印度尼西亞。佢哋做乜就有上千座島嶼，按到某種嘅語言，佢哋就係上即個係同強融咗國家嘅音，佢係一個東重洋嘅後殖民嘅一個研究理論。佢對我來講，鄉音嘅文化，我知道沒有佢動好高嘅地方，就講怎麼解按到音到某強融嘅地方，講咧可能某強融嘅。會
试的某种的东西，用来到模拟器试的行业呢，该记得做的料理，老安尼就差动到。该那种人种买做的老几个上都是强壮的一个民族，就老安的研究有动态的关系了。个起码吼就会唔会去问呢一条事情反映到唔嘅作品里边安尼，吼。错。咁我哋唔试下查，我哋等下过继续来打再句。所以记得完全唔知亚洲人系用来替代黑奴的。所以咧就係你講嘅轉型正義冇做到嘅地方，該怎麼解會對亞洲人有歧視，都有可能係兩大部分發生嘅問題。我跳擺就德國圖書，不過就結束之後，我就到我哋工作室殺到柏林。不過我當到嘅工作到非洲，到西非洲。不過記到冇太殺關到呢個國家，當到國家冇。大半我會去做我哋調查我哋工作嘅事情，我就會到台灣先飛到德國，當到幾條國家要設立幾條嘅太殺關到柏林，所以我就會先去柏林，再個從柏林再個去飛到其他嘅國家了，所以讓我從頭飛來飛去。我觉得会选机场，主要原因也是我在跑的一些地方，你会发现其实飞行或降落并没有那么容易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就是说，像我们台湾的护照，虽然算是全世界里面比较强大的护照，但是还是有非常多地方不能去，比如说非洲国家。那有些非洲国家我们是进不去，有些非洲国家是我们没有办法办签证。所以变成说，如果我从台湾要去某些国家做研究的时候，就必须要绕一大圈。那因为我近年的研究很多都在西非洲的地区，所以变成常常要辗转的在某些地方飞来飞去，然后才有办法飞到我最后需要做研究的地方。所以才会觉得，像台湾其实我们有很好的机场，很好的设施，但因为我们一些国家的或者是一些世界的政治状况，而导致有些地方不能去，有些地方可以去。这也是我后来对于自己的研究，还有飞行，还有国界、疆界身份产生兴趣的地方，还有比较多可以思考的部分。像这是我其实最近就是借贷款买的新的手机，就是因为他们现在苹果的手机又出得更好了，然后对于我们可能有时候去做一些田野调查，或者是要跑一些危险的地方的时候，其实你没有办法带太大的相机，然后你有一个这样子很轻便的相机的时候，就可以很容易的去记录下一些资料，然后往后我们可以再回去再使用，再来好好的规划拍摄的过程。买景因为熊咧，其实是台湾那边呢咧当到好水的东西，因为景景讲到全世界每当到地方有暗好水的东西，那夜市啊、珍珠奶茶啊那种东西。先来做客，欢迎来了。今日来找了嘅係藝術家之言，我之前講到伊對伊關心嘅一條部分吼，咱們貼拍，
韩国偷偷带大家去看飞行机。迄是从走来走去嘛吼。美摩穷该有大老板啦，不过对我两种做了行业来讲，算系不好斗的人啦。咁你去到别的国家做也的艺术作品，韩国展览的时间，你感觉接触到的也的回馈啊，有冇给你影响过词美冇？从你甲讲，我看的东西是小众的，不过其实我们是认为怎么解到台湾是小众的，因为我又发现从我利用譬如讲，我去非洲做调查，从我利用人因下手，其实我们啲拍人啦，如果冇拍人，所以讲，假设你讲在地研究、台湾研究来讲，其实你有动河的艺术家，有动河的研究者，动河的从爱爸爸利用动河的纪录片工作者。不过假设你会讲一只跨文化、跨国的研究者，其实就冇按到了。然后我咪发现，因为我面对的是下冇强烈的文化的观众，像有可能是德国的可能人啊，冇就是非洲可能人，所以对我来讲，用反映是反映我因为到大我是台湾来的人嘛，该假设我在背景的人，我去讨论那件事情，我用反本记到底，其实我用必须会用的影像语言，该可能咧影像语言到台湾是小众的，不过某件在特别的地方，其实是东东音下款的式的方法，所以让我变得咧用的。你听听的发现一件事情呢，系咪？可以慢慢发现的。咁有观众看了给你什么回馈的吗？台地的回馈是。第有两件事情，就讲我打这本家例子，就讲从对欧洲人来讲，佢哋地讲有殖民的历史，佢哋有黑奴、非洲奴隶，佢哋介世界就到长度是19世纪之前吧，佢哋围绕非洲人。人到别的地方，人到东非的小岛，人到美洲去做苦工。对佢哋来讲，历史就是黑奴，然后就一次大战的。佢哋唔知东岸发生乜嘅事情。该学人来跟他讲的，东岸事实上到19世纪時，佢哋就發現到黑奴係佢哋嘅傾向係當殘嘅。當因為做到死量，所以佢哋國家地位都就有動態的反動的運動，就講你總得去販賣非洲人。佢哋做嘅係嘛？佢哋就想 ，OK， 你今日總得賣非洲人，應該你就來賣亞洲人好咧。所以就用愛甲講嘅苦力嘛，鄉音嘛。不過呢件事情都。歐洲的學院佢哋冇討論過呢件事情，所以佢哋完全唔知亞洲人係用來替代黑奴嘅，所以咧就係你剛才講的轉型正義冇走到嘅地方，該怎麼來為對亞洲人有歧視，都有可能係兩大部分發生嘅問題，因為對佢哋來講，佢哋有動厲害嘅、動重要嘅對所謂黑人的運動，還有。黑人的學者就跳過了亞洲的部分，就開始討論納粹啊、一次大戰、二次大戰有蠻崛起的，所以佢哋地講其實都動態地被讀，佢哋對亞洲有一個動態的偏見。剛才我哋下看到的部分，然後動上因就在討論，因為假使你唔係有啲背景的話，你冇去過安度地方的這些，其實你咪唔知咧係一個動態的問題。睇德國嘅學士嘅一年啊，一定係吸收非常多東西哈，因為一年談起來冇幾長，唔過我感覺唔幾長，學到係非常多。唔感覺假使唔好去德國搶睇台灣嘅安尼嘅訓練，夠支撐你做現在這些作品嗎？我到德國4-5年咧，我讀咧至少到學校呢邊都沒有9年，所以有好動到啦。
大部分没带改变好嘞，因为一开始没想到会带下来，后来发现柏林应该也发来前到台北差不多了。哦，因为柏林係下特別嚟嘅地方，佢哋嘅東西係便宜，所以後來讓我決定工作咧都改變好。因為我可能到台北我付了錢，交了錢還下到，因為到德國讀書係50錢嘅嘛。哦，係啊，所以我後來就決定講我做啲都改變帶下來，所以每款都動到冇強嘅東西啦，樣向係動到嘅。就當然唔睇韓國島嘅地方看到嘅東西，一聽就韓國島嘅吸收嘅東西，都會冇強樣安尼。講一個動簡單嘅例子啦，像假使你會講法文，我就講德文嘅話，你哋講對德國人來講，時間係當重要嘅，還有性別係當重要嘅，認為。佢哋嘅名詞有中性、陰性、陽性嘛，但係當基本嘅問題啦。不過中文關於冇兩問題，所以我會知道一方面來講，其實中文係當 queer 嘅語言，因為你冇性別嘛，你冇會講你寫，不過你去講那些，你唔啲講一兩人嘅性別係乜嘅。你唔定你講呢事件係乜嘅，因為你一定會了解事件講出來，你其實冇懂清楚呢件事情發生，它係冇發生過。咁我呢啲東西都大部分對唔對？你全部都會講清楚。你唔是特別去講乜嘅事件，你就用去寫呢個當到個語句，你就啲講呢啲事情發生過係冇發生過了。所以對我來講，我就會重新去想，我講從我講關於嘅先，我講嘅法。係清楚係冇清楚嘅冇，所以我就當到衝擊係當基本嘅。咁神奇哦。哦，好，咁等下最尾嘅段咧，我哋攞來說，指引感覺對於佢有充有意義嘅事物，唔知係乜嘅哦，哈，我哋等下個叫我來說。佢就當支持啦，我咪當師夢講，佢就唔會反對，因為我啲講唔係大家家庭都做得上，佢哋強容易支持聲音嘅做佢哋會做嘅事情。該我會做嘅事情，當我發現你當每一項，就我做得，同埋講每一項，我就講做得傳嚟前動手嗰些挺慢嘅。先來做客萬人來了，今日來炒料嘅係藝術家指引，到也最尾嘅集團呢，都會來說指引，對於有特別意義嘅料理，好，我哋錄像小助理木本，我哋看下先係乜嘅，特別唔係料理係裡面呢，奶茶，唔過好食奶茶，當好是奶茶。哎呦，剛唔來試看啦，唔先試一下看啦，有當嘅標準冇？那係蜂茶杯，還好是烏龍的奶茶。哦，好食的愛烏龍茶係咪？烏龍台灣那邊嘅烏龍茶基底的。哦，那唔係乜嘅時間可以食好食奶茶誒？啊，凍死嘅時就凍好。那個要講一個故事，就係因為我食時間心臟有問題，我有一隻痛，一隻火。當我哋心臟特別多，天生的。該隻時間其實也唔係乜種奇怪嘅病啦，不過就講你會撈該風氣補起來。不過食時間該隻時間你嚟該技術冇按好，所以該下係動態嘅手術。該個我該隻係中班嘅時間吧，幼稚園中班。該手術後我想的時間，我問的第一張問題係做的是奶茶，麼？他就變到你不該在洞口小的小法了。哦，哇，對安息就好食奶茶。是到了哈。哦，都有行去到美的國家，如果去請係咪？我都係請幾條咧。奶茶，不過台底係請台式的那種奶茶，就講烏龍茶基底的奶茶了。哦，最好食台式嘅，其他嘅唔就唔好。我係是香港啊，當然會是幾條香港的奶茶啦，還有是
泰國咪有幾條，印度咪有幾條之家。不過，我知道幾條嘅茶，冇從台灣嚟嘅烏龍茶有按到嘅層次，哦，所以最尾我係轉來學校是講台灣那邊嘅奶茶。哦，好食的竟然係安尼嘅東西。加菜呢？你回來會想念台灣菜嗎？客家菜哈？板條吧，它根本就是哦，那個我喺下度旁邊就是板條，我當好是板條，冇就係小籠包吧。我看到一片還有一啲嗰啲片咧，也咩係茶係咪？也咪係茶，哈，喺度台灣冇試過，那係艾草茶。哦，我喺度嘅西非洲做研究嘅時候，我拄到咧，因為改片咧，佢條咧醫療可能某種台灣有按好嘅長途，該佢條有凍到咧片嘛，該艾草茶係用來治該瘧疾嘅。哦，佢條老你嘅某可能係佢從細就會白瘧疾。所以佢條白瘧疾就有啲像你誒重感冒咁咯，唔會死。我你會當好些，你睇啲冇被唔係非洲人因，假設你白動瘧疾嘅話就會動唔響，可能會死。該我對我來講，艾草茶就係咪就係治該痛哪痛，偏頭痛，所以我咧下咪痛哪下不舒服嘅時候就會試艾草茶。哦，就係好食茶，好食飲茶，如去到別的地方咪會去吃看下人哋冇佢用嘅茶呢？會吃啦，不過最尾我未試到都冇強咯咧。不過從非洲來講，我最尾我就是艾草茶嘅。咁從唔見家做安尼20歲嘅工作啊，爸爸媽媽係用哪嘅反應啊？佢就當支持啦，我未當師母講，佢就唔會反對，因為我弟講，唔係大家家庭都做得上，佢就強容易支持聲音嘅做佢哋會做嘅事情。該我會做嘅啲事情，當我發現你當每一項，我做得，同埋講，唔係每一項，我就講做得傳嚟前同學嗰些挺慢嘅，佢已經一結交已經都棺材啲嘅，放出來了。所以該當然你本來大家選嘅方案冇一成功會兩走啦，不過人生就100點點嘛，所以我呢下咪都係主要就係做藝術創作。該師夢咧就講佢條從頭到尾都冇輕愛會放棄呢個事業啦。人哋對於頭開始有講到，就冇講到嘅子英爸爸嘅名，我相信嗰度客家嘅觀眾就知吼，就子英嘅爸爸係我哋客家嗰支持咩紀錄片討厭、彭慶炎、討厭啊，我哋頭都冇聊嘅時間沒有講啊，都係我從彭討厭安尼吼，就係哇規生日安尼按堅持學紀錄片，因為大家就知，就算唔係一個廿八嘅人就知，也冇可能賺到咁嘅錢。不過一路以來按堅持，為客家留下幾多幾珍貴嘅印象。啊，喺萬世就地，爸爸係安尼按硬學嘅人哈。細個時當然唔清楚啊，睇嚟人啲啊。不過當然呢件事情，嚟講紀錄片後咧，佢有魅力嘅地方，就是佢嘅魅力當然，我當然係先唔啲。我睇認為到當代藝術。特別多，你咪會觸動到咧，然後紀錄片有關的歷史，所以慢慢讓我哋講佢珍貴的地方度咧，佢好高的地方度咧，咪下啲講啊，爸爸佢都係做乜嘅咁。咁你想過同爸爸學嘅也很多嘅東西，拿來運用下？我有攞去鄉下做過。哦。我有攞去鄉下做過。上擺咧浪漫台三線藝術節。不過我看嘅東西還係有啲冇強容啦，所以我知道有機會嘅些就在鄉下做，係啊。該當然我有足夠嘅預算啦，我就會看要強嘅人其實就蠻強嘅，不過台啲可能從我經驗我有嘅展覽嘅機會，可能就很難讓我爸爸鄉下做，所以我係咪就會看啦？有機會嘅話，係就得讓我爸爸鄉下我唔會講自家容嘅東西，我知道
你咪唔爱好嘅方法，爱下好讲强下想一件事情，然后强下做一件事情，然后有機會就大個要強去強下做咁樣。你生下來有乜嘅計劃嚇？有想愛做嘅事情呢？今年我有某強龍嘅展覽，會去可能會去萬達加斯加看一下。哦。還我會有德國會有展覽。還有台灣那邊，我可能會去金門研究一下。挑白的金門有鴉片的產業，一台電影地咧。因為我去年到中國的東北研究滿洲國，該中國的滿洲國到台灣有關係的部分就是鴉片，因為該世界係到台灣的鴉片的工業帶到。日本殖民的時間，到台灣的鴉片帶到滿洲國去，該後來再個用了強融的技術去帶到金門去，所以我會去看一下亞洲鴉片的殖民的歷史。然後今年啊，可能還會去研究應該故宮的收藏，因為我對博物館本身都有興趣，從我挑白就有一隻作品啊，就來研究怎麼個中國會收藏當到非洲的非洲的雕塑品那種，跟老基條的新殖民主義可能有關係。跟台灣那邊當然你有動態的博物館，就是台北故宮嘛。喺特別讀嗰啲藏品咪要動動，手機的代表的日子咪要動到冇強融咧，都係想嘅問題，所以可能咪係今年會開始做了一隻調查咁。唔關係咩？正經就係嗰少年會看嘅呢嗬。下撈文化有關係啦。其他個繼續看到嗰貼片嘅作品。今日感謝志英嘅分享，多謝。是嗎？我識係冇。哦，走地路真係識，平常時咧喺社會係人嘅。浪嘅。哦，我好是浪嘅，而且浪樣子嘅是有啲像嘅冷泡茶嚟蛋糕。咁都好係泡冷嘅罐。是嗎？係啦，當我識，一邊當我識。不過係下係風叉嚟嘅基地啦。要加香料。就是唔錯，嘅就是唔錯。你講你好好吃咖啡。公人咧，我也喝不懂。我也喝不懂。你們倆一類堂姐一路賣咖啡，然後每個咖啡底下都會寫什麼味道。